今年已經係水務署第3次獲得申訴專員頒發嘅公營機構獎，呢個獎項對於全體同事好有意義，令我哋感到非常榮幸同埋鼓舞。為全港市民提供可靠優質嘅供水服務，就係水務署一直以嚟肩負嘅使命。部門同事本着以客為本嘅精神，認真聆聽客戶對供水服務嘅意見，並會為每宗個案作出適當跟進，務求唔會辜負大眾嘅期望。水務署嚟緊會邁向數字水務，透過應用數碼科技同埋逐步引入人工智能，進一步提升客戶服務水平。我哋亦會喺新發展住宅項目引入智能水錶系統，客戶可以登入手機應用程式嚟遙距監察用水量。我哋亦計劃將智能水錶逐步覆蓋到全港樓宇。食水安全深受客戶重視，水務署除咗致力確保供應食水水質符合香港食水標準，我哋亦持續推廣建築物水安全計劃，並且透過水安全計劃資助計劃，為合資格嘅私人樓宇業主提供資助，幫助佢哋妥善管理食水安全風險。我謹代表部門上下向申訴專員公署致衷心感謝，同時亦會繼續持守水嘅特質，謙遜、靈活、恒定，令客戶服務至臻完善，讓廣大市民生活幸福愉快。